2026年8月，邊3個上升星座最需要留意下呢？今個月中旬之後，火星會進入巨蟹座，情緒、安全感、家庭、防衛反應同埋保護欲會變得更加明顯。有啲爭執表面上可能只係小事，但係背後其實牽動咗好深嘅感受。第3係獅子座，今個月雖然你外在嘅機會同曝光都會增加，但係隱藏嘅壓力都會變大。睡眠、焦慮、講唔出口嘅怒氣要特別留意，唔好因為出邊好多機會就忘記咗自己需要休息。第2就係上升金牛座，你要特別留意溝通、文件、交通、信息同埋兄弟姊妹之間同埋同事嘅互動，好容易因為一句說話、一個 message、一個安排而有所摩擦。重要嘅事情要寫清楚，唔好淨係靠口頭講一次。Top 1係上升天蠍座，你嘅事業有機會被看見，但係法律啦、海外專業知識、出版進修或者自己嘅價值觀爭議要小心啲。你嘅信念越強，就越要留意自己嘅表達方式同埋文件細節。8月唔係話叫你驚，不過提醒你情緒唔係一個問題嚟噶，唔好令自己嘅防衛變成攻擊。想睇完整8月星座導讀，可以去 YouTube 睇，或者12個上升星座深入版會放喺 Patreon。